另外，在台南市東區的中華東路這個路橋呢，又閣傳出死亡車禍啊！這是一個69歲姓吳的騎士，伊參隔壁的沙石車安尼燒落人全加入去車底。其實這個路橋呢，對2023年開始上無一檔是死一個人，在地人講這根本就是死亡陷阱。要那交通局是回應講，會閣去勘查，再閣來檢討。對住會監視器畫面，當看到這個69歲男性騎士要落橋的時，哪像是因為搞到路面上的物件，造成車身失去控制，不幸參隔壁的沙石車燒落，人加入去內底。因為迄陣拄好是下班時間，這個查甫人卡在咧車輪卡真歹處理，經消速動大型的吊車來支援，造成交通大塞車。那這路段常常發生死亡車禍，嘛引起社會大眾的關心。剛完向北，為了安全。不要靠！真的是這個上路橋，我覺得有壓力。要分出來。你如果說，你如果說機車、汽車都一起行駛的時候，有時候會有那個風險吶。砂石車駕駛由東向西上中華東路路橋，與同向吳姓男騎士發生擦撞，騎士當場不治。砂石車駕駛酒測值為0。在地里長參加嘅攏講，這條路橋的設計長久以來就結構性的問題。要上橋的所在，車道偏矮，機車參大車傷濟路，加上路橋面無實體的分隔島，敢若靠標線來分緊慢車。其實這已經不是頭一回出車禍。對2023年開始，中華路橋上無一檔死一個啊。交通局回應，已經有部分改善車輛上橋燒死狀況，但是佇路橋頂懸，因為跨度的限制，嘛無法度甲緊慢車道攏劃出專用車道。外線道跟機車共用，所以也會有爭道的情形。所以大砂石車它要偏外車道，所以跟機車會爭道。都會因為車道的調整，比如說我們新增的左轉車道之後，它逼不得已要做縮減啊，這時候可能又有一些爭道的問題。如果沒慢車道臨進入口的時候，也容易跟右轉的車輛產生碰撞，這部分其實我們交通設計上有一些兩難。針對這單車禍，交通局回應後續會配合警方調查原因，在地居民參里長認為，上基本的解決辦法，嘛是愛咱鐵路地下化工程完工，甲路橋拆掉，增加路面的跨度，才有可能徹底消除車輛燒濟路的問題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